大家好，今日我想同大家一齊整原汁原味開心果醬。材料同整法都好簡單，我哋只需要一包冇鹽嘅開心果，將剝咗殼嘅開心果放入去焗盤入邊，留意要揀出爛嘅開心果。將開心果鋪平喺焗盤上邊，就可以放入焗爐300度焗15分鐘。15分鐘之後拎出開心果放涼，如此類推，整晒大家需要嘅份量。將放涼後嘅開心果放入去 Vitamix 入邊或者攪拌機入邊。份量如果太多，可以分2次攪拌。第一次先放一半，閂蓋，拎走中間嘅透明蓋。將 Vitamix 嘅攪拌棍放入，開機由右至左向上推至 on， 轉右至7，用攪拌棍上下咁推動，幫助攪拌。喺攪嘅過程裏邊呢，會自動出油，變成糊狀噶啦。完成，關機由左至右轉左至1，向下推至 off。原汁原味嘅開心果醬完成啦。如果大家想有味道，可以加入鹽或者糖。將開心果醬呢放入冇水乾淨嘅空樽入邊。終於明白開心果醬點解賣到咁貴，剝殼都剝到手痛。不過自己整健康好多，完全唔使落其他成分，又唔使落添加劑，好放心咁食用。1.36年後嘅開心果，總共整到2樽開心果醬，原汁原味開心果醬。希望大家鍾意食啦。如果大家鍾意我呢條片，希望大家 like 下，撳下鐘仔，訂閱同埋分享一下啦。